了，你已经是他了解了。是上他的上天的看了，天的礼物，你若无以无人的基这个基时代有莫要求，你这叫做完无了。愿会了难长相。伊讲的相是真正的款，难把相款是真正回归本位。你若无回讲安尼，你别等于天顶有事啊，有是个意思。共款，你只要求到，你无做啥物反倒摆这个代志，大家拢认为不会放心嘛。是你证明了后，你的修持，你的功力无同，你无法度违背你的本位，人间共款都爱落来。所以点万书点道书，内底甲人讲，万法万古。以万年八万，这个道理，你有圆满继续，无圆满的，准备爱落来，这是咱这道的修行处。所以各位，你求得了后，表示阵就甲你讲，你叫做菩萨啦。既然是菩萨，你敢就爱用心地度化众生因缘，慢慢，你一个心脉发出来，所以它叫做以百姓的心为心，所以信灵到底有心还是无心？咱会使讲吼，信灵无心也有心啊，这是用咱原回应。对信灵来讲，伊根本无有心甲无心的差别。信灵就是信灵，甘道本来一体，无先无后。就是一团上混沌，头壳拢无变，种头壳拢无变，甘道共体，随机应变而已。来，所以世尊他讲吼，菩萨无法应无所住，离心其心，诚落。各位你也想，咱学啊去听讲，我变出来就是无人去想，这用这个境界物件。何况若用言语解说上来，反倒能够产生这种，你会产生分别啊。言语解说非常像的，偏偏叫我啥物拢讲做。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还要叫我生其心。就叫我无心啊，有啥物搁来生这个心啊？所以应该是这吼，过来，这伫咱用多大经内底吼。貌相关的言语啊，用做讲话，伊讲显地是五处法门，从无上以来，从上以来，成立啥物？无量为宗。歹势，我拍唔着你。无量为宗。为宗啊，为。有啊。到底爱有念啊，无念啊？不想为这无求。就是到底爱有念啊，无念啊？正念啊，有正念。无上为体啊，这是对应的。你袂使入一个相，你无入相，你才有法度有本体。所以咱的本体到底存在还是无存在？完全无改变。你袂使讲伊有存在，嘛袂使讲伊无存在。伊就如其本来，本来就伫遐，依咱原有的定义解释，本来就伫遐，你毋免伫遮生出分别。咱众生就是老分别，无诸于本。你以本与你有一个本得爱性。你讲的心之本，本立于道生。你要听知，你看袂讲啊？用我徛伫遮，咱无听个，咱看一遍，咱行的路，你要行路一定是咱先踏行，对无？哦，所以来，我讲去听讲吼。第啥物啊？所以其实即句啊吼，我要对着这就甲人讲吼，伫咱的《易经系辞传》啊，这有讲吼，曲成万物而不已，其志自取，这是中庸内底话，取能有成，依处地局，局平应
民众的认知，医生讲伊儒家就讲即个叫做生心。你若违背本体，咱是无心嘛。啊，毋过你有着心，就众生爱有心出来无？所以这个两种战术，一个体，一个用，因素差异。所以请咱来防这两个角度去想。所以咱来保重心嘛。尽力的能力去度众生是度咱家己众生，嘛是度外口的众生。人我是本来就一体，所以照着这，咱就要去体会咯。所以咱会当其实看着吼，圣人本来无心，为着百姓而心而心嘛。互我遮行言语文字有遐毋对，互咱误会，互我感觉疑心疑心。圣人敢有生心？圣人无心，该是一种随机的因缘。你甲讲有生心，咱人会一定。伊会讲啊，你讲无心叫做生心，是安尼吼。圣人本来就是无为，因为合道一体，啊，毋过有着众生，伊敢是爱有为。你若讲有为，人佫会怀疑讲，啊，你是讲圣人无为，所以我甲讲是个有为。所以咱在修持的过程当中，则我简单甲时间的关系我简单才甲综合甲讲一下。凡夫你无做袂使，尤其咱咧修持，咱的境界无到圣人啊，爱做无？爱做。爱做偌久？你离去偌济年就做，做到咱要点一共讲计。有个人讲，我这个道理行是安怎做？毋是这个意思。咱人本来就是心爱过，性身，性是咱的本体，咱会使咧讲，心是咱咧用的，啊，毋过性甲心拢看袂着，是不是？属于无形啊，咱这个心啊，它是有形啊，真正要做代志，是不是要靠咱这个肉体？这个肉体随着什么？咱的年纪、肉体，你叫做安怎讲？这个肉体慢慢会老去，会歹用，对无？互我即嘛无效率，所以咱的问题，互我渐渐知影。少年的时阵，像咱经理讲的，咱差不多你经理讲，少年的囡仔吼，喙齿读牌好好，互我对去年开始，互我有迄个什么啊，牙周病，原顶就人去啊，要去翻去啊，因为迄药啊，你看在总共互我减轻去。啊，佮一起是有问题，叫害去，还算白去，所以我去减白去。顶下起来我减白去，佮伊食物件吼，拢咱无啥，因为顶下喙齿夹袂起来，是袂歹补，歹补啊。啊，互我咱家己咧反省啊，佮伊咧甲咱想到落关系啊，咱家己咧反省啊。为虾米吼？互我的互咱家己的喙齿到这地步？敢是别人的问题？敢是别人三顿仔饼巧克力互你食的问题？完全毋是啊！迄个医生甲我讲一句话啊，伊讲我牙周病无药医啊。啊，我就讲，啊你无药医，安尼看医生哪有效？你若是保持一个习惯的医生讲的，你着保持你的喙齿清气哦。你就毋免烦恼牙周病，确实是安尼啊。因为互我手机翻落来吼，我甲再无上，我再
在要食饭，今日看者，做有心的啦，有的人讲做有心的。啊，毋过咱咧看家己，咱咧自我反省。亚洲病吼，做者喙齿主要是喙齿的药，伊的药是安怎样？两个问题啊。一个问题是迄个喙齿的基座，喙齿筋是甲咱遮的骨，伊插入去咯。咱的喙齿是甲骨插做伙咯。伊迄个基座，因为刷牙无干净，基座咱个牙齿的基座会有流失去，那个是骨骼流失哦。骨质流失。骨骼流失，你骨骼流失就袂稳啊嘛。骨质疏松。另外一个问题是啥？平常时吼爱食物件，喙齿洗无清气，会掉的嘛。掉的了，牙周病的问题主要就是啥？你物件无清气，牙齿甲牙龈啊，迄种物件慢慢啊渗透入去，那个叫牙结石啊。那个牙结石，伊个时间来讲，当你迄个牙结石咧渗透到根部，互你个喙齿袂炎热来讲，毋是一工两工，毋是一冬两冬好较紧，10冬20冬，无法以前的时候，喙齿袂咧洗清气，到尾啊，医生才会判断你这无救。所以迄喙齿放起来吼。看结石是对表面到上，伊个喙齿筋啊，用喙齿筋啊。那咱用即个代志，看咱咧是反对个。所以平常时咱听这个道理，有足侪拢是细节细去的道理啊。尤其今咱咧讲心啊，每个人的心念应该讲无看无拍个，咱的心念。感情全部拢落去，好，啊，搁较好。你还袂达到圣人至善的境界，咱的心拢是无好。毋是讲你真正去做歹代志，毋是，咱人的心有两种。第一种当然上明显的是你要去做歹代志，一种歹心啊。另外一种心叫做害心啊。另外一种心叫做无理无明的心，伊是你要讲名是讲袂完，心写个几千几百写袂完，全部拢是咱的病。简单好做，只要会影响咱修办到的，互你的心会软去的，叫做害心。所以咱的标准不能更加较低，咱的标准不能更加低。毋通讲我都无去做歹代志，安尼就了解咯。毋是，你无去做歹代志，你算一个人。我这努力，无法是用上这个标准来讲。人讲人格，你敢有资格做人，就看你的人格，对不对啊？有没有资格？当然，你讲我无去歹心，我无做歹代志，好。天定你即个是啥？袂歹，你也无歹心，也无做啥物啊，做着啥物大歹代志。后世人你阁有法度继续去做人。啊，毋过你也要做善的，你也要做善的，我就无通啦。你的心袂使有任何偏差。啥物叫做偏差？家道袂好的叫做偏差。安尼伊的细节就是足多啊，伊的处所都毋是外口，是藏伫咱内心内底，你所有的起心甲动念，重点是这。所以真修的人，伊有法度治伊的心。迄个治，毋是表面上无去做歹代志，即个治理，包括伊内心所有念头的。人拢做甲舒适甲，你做到这境界的时阵，你外在自然会显露出来。这叫做病菌，这叫
无信之，不信者无以信之，得信。信是真实，信是相信。相信的意思是，别人看到你，会感觉你真正是真个，你的德行是真个，你的功德、你的德性真实无虚。不一样，这内底就时间甲空间的问题。时间的意思，既然是你的德行是真个，永久不变。随着你的年纪愈来愈大，该变大，袂变大。随着你的环境变迁，今日你是台湾，明仔日你去美国，该变大，无可能变大，会变大就毋是真个。随着你面对大人，你面对囡仔，你面对好人，你面对歹人，有啥物差别？完全无差别。所以这有时间甲空间，伊两个维度啊，咱个去思考。所以这个真哦，是咱满足的，真个是真个，不是，伊是真的是考验。哦，那我讲的两无共伫倒位？你咧面对众生，还是面对你家己的时阵，佫有了心的事界面？这事界面是无法。为着要解释方便，照着咱的经文，因为经文是相对嘛，相信啊，是咱咧讲，咱就咧讲，对这心无解，做歹解。我之前讲过啊，互咱就着每一个题目，咱遵着每一个题目，我拢讲感觉是上天在甲我讲，就是讲师哦，你才做好哦。互你一个学习的机会，照着这个题目，你好好啊去甲调心调起来。所以互学跟接着这个题目以外，互学的心就乱糟糟。烦恼的代志是对细汉到今，咱咧50几岁哦，烦恼的代志，真头壳烦恼的代志是过去到今上烦恼的一项。真正规个头壳拢咧想物件，干扰。一般来讲，遐个干扰来源是啥物？烦性拢有啊。是讲咱性事烦恼哦，咱勇敢承担这个无啥。这个题目较准备，互我朋友啊，搁无打起来过上，真的没办法，所以一定要上来，因为你无安尼学习。这压力吼正常的，这是一种烦恼啊。啊，毋过这种烦恼对咱的修烦恼是好的，对我来讲是好的。会安怎？会互我有个机会学习会进步。所以确实，互我咧学讲的时阵，每讲一个工程，互我拢会特别感觉你有生活进步，会进步啊。咱的心境啊。慢慢真正，所以也因为安尼啦，所以这年拢拄着足侪互我烦恼的代志。那各位姐姐，你嘛免讲，互我讲你是烦恼啥物代志？想你有要读啥？啊，毋过你因为咱的修持就无够，互我嘅咱家己自我观察啦，咱的修持就无够。你若修持有够，你心会当啊。就是咱的修持无够，所以受到伊的牵引，不断的生心啊。本来咱讲咱到有心境个对无？啊，煞一个心一个心一直生出来，愈想愈多，愈想愈多，也毋知家己咧想啥，啊上讲伊也讲袂去啊。你若讲伊也讲袂去，是咧上讲袂哦，应该还好咧。结果毋是啊，啊毋知咧想啥，就上讲伊也讲袂去。所以互我承担这个题目。所以各位啊，生活中毋是逐项代志拢好，嘛毋是逐项代志拢歹，伊顺因理。你拄着的人，有的人做好的，咱去倒着，你做歹拄着歹人的啊。咱既然要入来遮学道
逐个拢有心要修啊，逐个拢好啦。所以伊若伊顺入来看，你今日着着拄着人顺啊，顺境各位无要问咱啊，你伫即个顺境你是抱啥物心啊？咱是抱啥物心？咱家己回答咱家己就好啊。离开咱下午美班离开遮转去了，各位你拄着啥？有个人开车就会开到飞机大，我定定安尼，创安顶，这车是安怎开的？各位，这个时阵叫做急啊！你是讲你是讲抱啥物心啊？信念是无差别，不过咱反复咧，一直是顺境到好处，好有歹。一直伫逆境到好处，嘛是有好有歹。世间的事，你所拄着的人事物，只要是啥人世间的好有歹，有歹，另外一面就是好的。每一个人事物，好有歹拢有来底，这过去的经文内底拢有。所以，这需要讲，这需要讲。这个人当中，你就爱好啊，用这讲条件你家己啊。所以你会使练出，老祖甲咱讲哦，有四个领域，你爱好啊去思考。有一个显现啊，有一个显不显，我甲伊提到这位了，所以不是造枪哦，点而已啦。显现显不显，信心信不信？一切拢是对立，伫对立的当中，各有方法。今日这个道亲偌简单，以一个咱咧成全道亲的力量。今日这个道亲，伊已经发生啊，要安怎？你爱人记的发生，你就爱用成全的方法，互伊的发生会当实现。这是个人想法啊，因为道咱咧办哦，咱所有方法，这是互我咧记咧的，咱记的已经发生啊，伊就爱互伊的发生实现，就是倒位，就是伫对咱来讲，互伊真正内心的赞许会当提升。对我来讲，你爱互伊慢慢仔伫道场，真正有法度去讲了完，慢慢安尼做，就变得顺啊。今仔日道歉无爱来地方，那个做急啊，你着爱想办法。方法阁无共啊，就咱着爱想办法。为什么伊无爱来啊？问题伫倒位啊？伊无爱来问人，无咱去找伊啊？你去找伊好呀？无办一下活动来招伊来佚佗。上少，迄个言会使当啊，言最重要，会使去当去。所以这是大约甲咱讲。过来，后壁讲圣人在天下，分哦，点哪拢共款哦，为天下其心。尽管这个功夫依咱成事，我头仔讲过，这是咱同功夫第三段讲的是咱功夫的背后，你要安怎叫证明功夫的背后到什么影响？你要安怎互你的背后会当提升？渐渐平均，如履深渊，如履不冰。各位，咱咧修持，咱敢有咧做？我是讲我家己，无啊。所以，互我咧反省家己的时阵，互我看了这后，最近真正是最近。以前，把这当做一种知识，即句话咱看着，一路以来个。
袂使互东西，伊搁找赞助啊，赞助啊。伊传着了后，伊用这12字来做伊求到了后，得到了后，伊个人修持的标准。所以互俺第到半条这12字是伫儒语内底。啊，伊的出处伫倒位？伫《诗经》。渐渐兢兢，就哪咧渐渐的，哪咧渐渐的，小心谨慎。你外在，所以我甲讲咱修行，伊咧赞助。一般人就讲我是好人，我无咧做歹代志，迄个叫我是好人，我无咧做歹代志。迄是足粗浅的赞助。啊，各位你嘛想讲迄个赞助，足简单的。你去看外口写俗的人，有个人含这赞助伊都做袂到。啊，毋过是搁无大部分的人做上大，这叫做小善小恶的。足侪人根本伊的心就是想要做歹代志，所以各位你毋通想讲，你毋通想讲我要做好人，这是真正有影，迄个真正无简单。啊，毋过咱伫道场要修持。你敢会使安尼就好？会使。对外在，你无去做歹代志，咱敢爱要求咱内心爱愈来愈清净？爱啊！安尼要怎做？渐渐兢兢的。如临亲烟，敢若你咧行路，边仔看了就是亲烟了。敢若你咧搭哩边景看，咱台湾就少看着这啦。国外就是，我看迄个中国大陆还是啥美国的啥物日本啥，因拢有迄个规个湖结冰嘛，规个溪啦啥，规个结冰嘛。你毋知伊是报较厚啊，较厚的你搭是无问题，搭较薄的，你摔了了伊就飞开飞起来，冷迄水佫足冷咯。所以伊意思讲，当你真正想要修持你的内心，你要修你这条心。伊就爱做干这12字，时时哦，自律时中，时时方方。你若真正会使安尼做，一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、1工、2工、3工，必定成就，你家己拢会有感觉。哦，所以这是叫做一段，甲咱讲一个意思吼。过来。这必须点哈，我受天地，这嘛是咱咧修持内心的一种境界，其实这拢有吧。咱捌听过一句话，伫咱道德经第4章佮第56章有讲的，句话叫做“和其光，同其直”。光，光亮，光明，受人夸奖，这叫光。好看的啦，好的对啦，同其尘呢，尘无人买。啊，毋过伊为着众生无所不变，所以和其光，同其尘。嘛，易经中庸嘛有一句话讲着君子和不离。你甲众生做伙，大家相处，完全无所差别，完全无差别啦，无差别。是重点是啥物？你的内心完全无走，这甲咱真正的意义是共款。来，咱搁去看好仔遮咯。百世该自其利亡，圣人该害之。所以利亡，咱会当用2个面向来讲。你若要讲咱众生的毛病，咱的众生终身就是为着五欲，逐个咧拍拼。有无？咱内底着已经非常好，我爱甲咱赞叹，真正爱甲咱赞叹。咱今日这个因缘，咱愿意来得到真正。不管你认同这个讲师讲道理无歹，你人已经愿意来到这，所以无简单，真正无简单啊！下早咱伫经历过，说
世间人爱佚佗，当然各位你若爱佚佗吼，迄毋是无白啦。你有咧收，有咧办，佚佗咧无所谓啊。人生就是安尼嘛，人生就是安尼嘛吼。啊，毋过有个人，伊无要收啊，伊就会着伫迄个五欲的嘛。伫这五欲内底，咱知嘛？眼、耳、鼻、鼻啊、舌啊，个啥物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。这身上，咱的生出就讲出来，其中有利益。那么反过来讲，所以各位众生在受害，目睭看着伊讲了就我讲话，咱真正时代，伊的实践在承受。你上先看你走囡仔现在，伊在实践在承受，毋是看着就是听着，啊无就是上咱真，搁看搁听。你一个来听着，你较听2点钟尔，伊咱厝里咧滑手机，一工一个月是过了8点钟。你好不容易一个月叫伊来听2点钟尔，300点钟，咱我头讲10点钟来算，300点钟比2点钟，你看差无？你看差无？所以活世的众生会愈来成就。那么反过来讲，这有神意义内底，你若意念嘅成就，咱就下因的意啊。所以其实已经看到啊，未来会用啥物甲道有万字咧，YouTube 嗰啲看，各位有无？有啊。哦，不只是咱台湾的影片，因为我讲，你若台湾的影片哦，一到1、2点钟哦。迄外地听着的人真少，哦，所以会当用这来看，所以这部是安尼哦。第二一部分，各位这拢知哦，各位这拢知，简单看者就好，咱叫做车主。车主的心，其实各位咱咧理拢较无问题，咱咧理解拢较无问题。所以八世该注意礼貌。一方面是讲，你咧成全道，即个成全即8世的时阵，咧成就即8世的时阵，因规工拢咧专注这啦。所以你爱感觉你的体力有够，咱来上课来记忆，伊会看。所以各位，你毋通想讲，我今日要招即个人来道场。来求道也好，来听道理也好，伊无爱来。你毋通先看这表面代志啊，因足侪人讲喺研究，我讲有啊。毋过伊研究的方法，伊讲你管道是啥物？伊敢是听你讲，袂啦，听别人讲啊。听网络顶管咧讲的，听网络顶管咧讲的，所以吼，这个问题，咱要深究就是安尼做。所以后壁了一句吼，我照着咱定做的大师伊讲的吼，百姓皆助其耳目，圣人皆爱之。伊这个境界就是安尼吼，无相者，他都讲过嘛。法门以什么？从上以来以什么？无念为宗，以无念为宗。无念为宗嘛，无助为体，无助为本。无相为什么？无相为体，无相为体。无相者为体，相而离相，无助为本。相对哦，明明理想，暗哥到相。你有一个相，无执着一个相。无念者。念而无念，你有2行，毋过你无执着即个2行。无助者，人之本性，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，缘与处事，其争之时，并将为共，不思仇害。所以，这就是一种回航，这就是一种修持，内心修持伊的境界。当你会使
到的时阵，这叫做车主。囡仔刚出世的时阵，你啊看囡仔有啥物好做？伊都无即个边啊，人愈大汉咯，愈讨厌，输了讨厌。一个哦，迄两查某囡仔哦，好去敢若啥？当伊大汉的时阵哦，我足侪看来足侪。迄妈妈哦，我甲你讲，哦，两三岁好去敢若啥？啊，真哦，是一个冤家，母女的啊，各位人愈大，世界愈大，现在有公派，所以这个提供一个经济的互咱过一个人间的好康嘅对象，这意思相当哦，来，我要用，咱来做一个结论咯。所以性理在心为心。常应常静，知影安怎？常情静。所以圣人到底有心无心？你讲有心嘛好，讲伊无心嘛好。清净因讲的就上合，叫做上应上静上清净啊。圣人伊的境界是安尼啊，咱说的因百姓心而生心，愈生愈多。愈看愈讨厌，伊无爱插伊，要较讨厌。你的念头就逐工换教，逐工换教，心一直生，一直生，一直生，结业纠缠，往复循环，到尾啊，咱家己生死轮回。好来，现在看一下啊，所以迄是看性，所以互我简单做一个句话甲做一个结论啊。性人医道用因。两端用医疗，这是讲有主咧性量，咱过去性哦，是安怎对百姓啊？啊，咱是办到咧，实在讲，咱是少加小心。为着要成全家己，甲摆一个相，哎呀，安尼境界就无够啊！人教咱搁爱慈悲哦，你的慈悲加先佛的慈悲的阿伯赞助的差不多。啊，到摆就我要去大，照着真正的实去做，慢慢啊，互咱的慈悲加善入，入到善的境界。所以，照假修真，照常来明理，袂啊咱来对。圣人是用因咯，因为伊感到本体，所以伊有法度用这个因，咱也无法度。所以咱的第一步是学啊修。时间的关系，我吼今日简单甲咱做一个报告者，我真有讲过，咱英语有限有限啊，所以我简单家己的直接留下即个文字甲面声的上，甲咱做一个共同来交流，分享咱的心得，共同来交流。那是道理讲了无好的所在，盼望上天下罪，盼望咱念完书。甲领引过咱过一个得到王之者，无法的经济，若无这心上，咱就过一个呢，无法无心，请咱过一个见谅。咱今日简单报告咱感谢过一个。内底有啊，天地啊。哦，感觉。
好好，谢谢啊。嗯，